立法會選舉2025九龍西地區直選，好快就到12月7號投票日啦！地區直選候選人積極向市民街坊介紹政綱，爭取支持，一齊嚟睇睇。1號關偉希，職業區議員，冇政治聯繫。偉希過往一直深耕社區10年，亦都係油尖旺嘅區議員。我喺九龍西區居住服務，亦都喺度聆聽好多市民嘅心聲，跟進唔同嘅大小事項。喺服務期間，我亦都保持學習，期望將喺清華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學到嘅理論知識，結合地區經驗，將市民嘅心聲帶入議會。2號劉愛詩，職業慈善機構總幹事，冇政治聯繫。我出身喺基層，明白基層家庭遇到嘅問題同埋困難。我喺慈善機構已經任職咗18年啦。我策劃過唔少嘅為民生嘅服務項目，單單喺九龍西，我策劃咗10幾個嘅服務單位，當中涵蓋醫社教，讓我能夠結合我嘅管理經驗，加上你哋嘅意見，仲有民生智慧，一一帶入議會。3號梁文廣，職業立法會議員，政治聯繫西九新動力。文廣同我嘅團隊過去咁多年處理好多民生個案，我認為民生無小事，文廣一路都係會為理想細心聽、認真做。過去4年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文廣將大家嘅聲音帶到去立法會。過去文廣以立法會議員嘅身份，成功推動去改善居住嘅質素，處理劣質劏房嘅問題，優化私人大廈同埋公共屋邨嘅管理，活化居屋市場，都係希望大家可以住大啲、住好啲。4號龐朝飛，職業眼科專科醫生，區議員，政治聯繫經民聯。我係一名眼科嘅專科醫生，行醫已經20幾年啦。我喺沙士同埋呢個新冠肺炎期間一直守護前線。我有企業管理同埋醫學研究嘅經驗。我亦都係現任嘅深水埗區議員，憑住我17年喺地區嘅工作經驗，加上自身嘅專業領域，希望可以帶到俾九龍西新嘅視野、新嘅氣象。5號鄭泳舜，職業立法會議員，政治聯繫民建聯。民建聯同我咧已經喺社區服務咧接近20年啦。我哋咧總共咧係有8位嘅油尖旺嘅區議員，7位嘅深水埗嘅區議員，加埋我咧16位嘅同事咧，一路咧係全心全意咧喺社區為大家服務。我自己咧今次咧係有4大嘅綱領嘅，亦都係希望同大家咧共築未來，躍動九龍西。不論係為社區築幸福，為居民咧築一個安樂窩，為下一代咧築一個希望同埋夢想，同埋咧為香港築未來。12月7號記得踴躍投票，揀選心儀嘅立法會議員，投出新一票。12月7日，約定你一齊參與。